始，民众出入12类休闲娱乐场所必须出示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要是来不及申请的话，扫黄卡或是健保快通 App 也可以代替。指挥中心公布，民众要注2剂疫苗，满14天才当去12类场所，包含8大行业，亲像美容院、咖啡厅、三温暖等等。不过到底要安怎申请？3个场所来甲你教。跑开网络，拍身份证号码、健保卡号和户口簿仔号码，送出去了后，点选注疫苗受益证明，安尼申请就会使。针对这些特许行业的疫苗护照的稽查，那我们还是要做这个抽检跟稽查，确保这一些场所不至于有传播链。那这样数位疫苗证明其实就不用用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方式，也可以节省掉很多民众有些时候如果忘记带黄卡或者是等等的不方便的地方。证明摕出来竟个便利，就算人真济餐厅或者是电影院无强制规定，不过业者嘛是会使家己执行。疫情慢慢开始变严重，今仔日下晝啊，各要100万剂 BNT 的预防车运来到台湾。现阶段想要增强抵抗力，民众一定要注预防车，才能提升家己的保护力。